不就是大老虎吗？那我陈小娇还有刺儿呢。是，你最厉害。你们下去吧，这里有我就够了。请少君夫人服侍少君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在玄虎城，以男子为尊。这不合规矩啊！是啊。但在我心里，夫人为尊。怎么样，水温还行吗？干嘛？人都走了还不松开？让你受委屈了。是不开心了吗？是你太好了。那你还要回娘家吗？不回了。我不想扔下你一个人。你这回到花园走了一遭，什么事儿都没办成，还带上了我这个拖油瓶，不请肉，为难你啊。切，不就是玄武城吗？不就是大老虎吗？那我陈小娇还有刺儿呢。是，你最厉害。城主夫人，少君那边什么情况？少君那边说。少君竟给花园城的女人洗脚，岂有此理！堂堂七尺男儿，怎么会向一介妇人低头，还给她洗脚？